在中国共产党占领东突厥斯坦7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中国的维吾尔政策。在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和首都安卡拉，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聚集在中国领事馆前，并举行了抗议活动。同一天，在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等城市，维吾尔人和其他团体抗议中国，并要求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加压力，以停止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滞留在白俄罗斯的维吾尔人面临被引渡到中国的危险。滞留在白俄罗斯明斯克机场的4名维吾尔人可能被引渡到中国。虽然他们拥有土耳其居留权，当局不允许他们返回土耳其。据说这4人去了美国领事馆，可能被送到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香港各地爆发了繁华示威游行。整天继续的示威活动中，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时发生了冲突。穿黑色衣服的数千名示威者高喊反政府口号，示威者将中国的国庆日宣布为黑日。伊朗总统汉桑·鲁哈尼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亚美尼亚首都埃利温会面。根据伊朗总统府的声明，在埃利温出席欧亚经济联盟高级理事会会议的鲁哈尼和普京讨论了包括核协议在内的双边、区域和全球问题。他认为，核协议是解决国际问题的成功典范。为了达成该协议，各方必须相互履行其承诺。在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关于2020至2022年的预算计划附件文件中指出，申请俄罗斯国籍的外国人不再被要求放弃原国籍。声明中指出，外国人将不需要放弃原国籍。据报道，南极洲第28冰山的很大一部分已经破裂，被称为松雅的冰山厚209米，破冰冰山3471吨。尽管欧盟地球观测站团队表示，他们多年来等待这一变化，这跟天气变暖没有关系，但一些人清楚地指出，该事件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